爱情，迄款该伤害离去，留下孤单该最爱。不还爱跳故日该命运，走身爱离开，爱上有阴影爱袂转来。 你是阿武吧？我好像走错了。哎，没错啦！你看你包包上面的吊饰就写着阿武啊，没错啦。还说自己是小1号林志玲，我看大3号都不止。哎呦，我会这样说，是因为我的脚比林志玲短一点嘛，所以才说我是小1号的林志玲啊。原来是我误会了。哎，你会觉得我比林志玲大3号，应该是跟她的上围来比吧？我的 cup 应该要比她大上3个哦。理想跟现实怎么差这么多啊？阿武，你跟荧幕上金城武也扯不上边哎，我都没有以貌取人了，而且我觉得一个男人啊的人品跟内涵比外在来的重要。我的名字是我爸取的，我也没办法哦。我看我们2个认识哈，就像一个荒谬的误会了，荒谬。阿武，你这样说有点过分呢。我都没有嫌长跟诸葛亮一样，眼镜还画的，而且还画边而已。对，我这么奇奇怪怪的嘛，你条件这么好啊，我看我配不上你啊，我看我们就救什么救啊？阿雷，怎么现在网友都有恶势力撑腰啊？哎呀，我啊，不是什么恶势力啊，我啊也算是橘子的好哥们。哎，我刚刚已经在对面啊观察你很久了啊。大哥好。阿雷，你这样会吓到阿武啦。武先生，不，我姓金。我说你信我就信我。好，我姓吴。哎，我兄弟橘子啊，可是很重视今天的约会哦。哎，你们2个约会啊，也不能一直在这里喝咖啡聊是非，是吧？既然啊是以结婚为前提，那就应该好好培养一下感情的嘛。哦，对，哎呀，你真是太了解我了。你想要他怎么陪你啊？哦，当然是带我去坐摩天轮啊，然后就去看电影，看完电影之后就去逛超市，逛完超市就是回家烛光晚餐哦。烛光晚餐之后，我一定会喝醉的啦。OK。哎。吴先生，我姓金啊，不，我姓吴。
哎，今天下午的行程啊，我都帮你安排好了，没有问题啊。没有问题。乖啊。先生，我有点事想跟你谈。我们之间还有什么需要谈吗？我输了这场赌约，我就会照约定离开。难道在我离开之前，你连听我讲几句话都不肯吗？虽然阿雷最后还是选择了你，但我跟他以前的关系是不会改变的。我知道，谁没有过去呢？你知道阿雷最喜欢看女人穿什么颜色的内衣吗？改了哈，他终于带点风魔诶，看什么人啦，做粉色的性感内衣。变态！我住在这里的这几天，你该不会以为阿雷是柳下惠吧？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争取自己的幸福固然重要，可是琳达，请你不要用这种方式践踏自己的尊严。涂海哦，迄 MV 嘅，古宋下张看慢就会多啦。不过等下多一个时间，你就要去跟走来啊。我送小用转来啊。哦，我知啦，都係為到嘅廟友嘅事情嘛。好彩我有輔導呢，有冇嘅阿幹妹吼，要去是忙嘅做來咧。他半路落跑了。啊？半路落跑？现在男生怎么都那么没礼貌？哎呦！阿干妹，没关系，没有男人哦，我们一样可以过得很充实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去为你的红内衣啊。啊？什么红内衣啊？阿干妹，你为这次约会哦，已经减肥减了3天呢。我们今天啊，就把备份化为食量，好好慰劳自己一下。走。
我陪你去吃顿好吃的。哎，红内衣。阿力哥，你上班啦？要吃到莫名其妙啊！唔知晨晨哦，倒来味道嘛加你欠的，还很爱么该粉色的内衣。啊？你敢不做粉色的内衣啊？那那有安变态啊！倒来莫用迄粉色的内衣咯。是咪哦，也试试按用啊！莫名其妙，突然老爱严格，哎，拄唔知啊，倒来哪味会赢倒去的？哎，上吼，也突然洗某人的毛片啦。喂，我要番茄酱多一点。哦，对啊，你真聪明啊。哦，好，那你先回去写功课，我晚一点再教你下关好了。好，拜拜。阿 K 啊，你老板讲法？真正啊，起讲少做会让爱做汉堡，准走啦。爱手工要会토마토酱，都对啊。阿基敢讲好啊？该么喏？你用满老丁静怡拐断长发。恁怪什么都没，很用半夜做那种嘢呢？先讲。哦。你初朋友有冇去参面啊？唔敢喺啲傾啊？冇啊。你初朋友講無男嘅人要叫我做在嗰度去從事，你乜個意思？冇嘛個意思啦。你冇講清楚，我都唔會幫你做哦。其實真嘅冇嘛嘅啊。不過，我知道你對我敷衍性冷漠呢。假使你心內都有乜嘅事情，就會老愛講啊。也係我也已冇反應哦，聽說你本來啲呢。真經中意看人嘅女朋友做粉色嘅內衣哦。係啊，風塵夢綠藍天子，我都真中意呢。不過，假使係你啊，我做行較好。用要按用冇正經。哦，很爽快哦，夠大下啊！嘅按海報嘅東西，底背都係嘛嘅啊？好，今日送埋嘅東西啦，佢啲語言吼，這個切橋講按當日咧，又攞佢送到3副本機啦。今日落去了。好啊。啊，錯啦！根本幾條西瓜嘅暗床都麻煩你了。
再见。用班兄啊，我乱讲，恁大高6日都会转去咧，若要开车的再记查条哦。无关系啦，若要做得很太子，送去去啊。还很送机去啦，可能佢还有第话想去单独老人讲啊。假使因在意，听说老会讲哦。就算得分数，要做得做朋友啊，我用要猜疑，唔送廿个朋友去查头呢。到了，时间差不多。要我陪你进去吗？不用了，我自己进去就好了。我们还是朋友吗？当然啦，永远都是好朋友。只是一个老朋友的吻别，也不行吗？当然可以啊。Goodbye, my friend. 喂，阿瑞啊，哎，迄素梅啊，素梅哦，你约俺让你送买东西过去啊？迄爱啊，迄小有去阿妹啊、阿英啊，佮哦爱去演鸦片哦，带紧的，因老爱哦去车头食去好无？哦，好啦好啦，哎，无错哦，你要好好看待人家，对无？离啦离啦。晨晨先生，啊，小勇，你好多爱啦！你真老爱较多咧，我看伊竟然抢迄盆花，我老倒以我老记着心死咧。啊，我用要按鲁服呢。晨晨先生，敢迄小阿瑞哥为了恁大姐叫我离开咩？用要呢？佢行去照顾唔到啊，我心哦，佢咩也无资金给你。阿瑞哥虽然有个时间无给正经，不过佢对晨晨先生就无强用啊。你应该爱心机。我当然信阿瑞啊，不过当你看到那我一个什么人，
你都证明其实阿瑞亲爱的人，做得按用赤裸裸的呈现到伢个面头前，用满型的心情啊，做得本意生人，愿意按用面对那位个唔熟悉的人，可能就是我证明自家讲的都是真经的，我本对方无放屁的相信自家啦，也就是我无法度原谅快乐女孩的原因，我拿最真实的一面交本记，其实欺骗我。陈先生，今朝为了阿瑞哥跳下嘅，用为的爱老阿瑞。唔偏啊，看到阿瑞哥我带等老你强用嘅拍脸啊，佢表示哦，有之間已經有聽咧，叮。你等一下。喂。珊珊，你快来啦，要出人命了啦！阿干妹。菊子姐，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我的金城武他不见了啦！不见了。我这几天一直叫他，他都没有回应，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是他不想理我了？好，你先不要急啦哈。可能他有事情出去啦，或者是他电脑坏掉了嘛哈。怎么可能？这么多天掉坏了也该修好了。他是不是很久都没有上线了？对啊，我在他离线的时候也有一直叫他。那我看他可能是把你封锁了。封锁？封锁的意思就是他永远都不想再看到你了啦。我不相信啊，哪里可以开锁啊？开锁啊！除非他自己传讯息给你啊，不然你应该是永远都找不到他了。永远嘞！好，两个人交往要靠缘分嘛哈。你跟金城武可能缘分还没有到啦哈。我跟他的缘分只有一出电影的时间呢，那个电影还是阿妹逼他陪我去看的。那是我第一次单独跟男生去看电影呢。乖。橘子姐，网络上交朋友遇到恐龙的机会本来就很高嘛。没关系啦，下次再接再厉啊，加油！对，失败为成功之母，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比金城武更帅的木村拓哉。你该片冇出道啦？有啊，我还出道2摆呢。不过我出道遇到茫茫啊，不过出2摆啦。做乜嘅啊？有几边个来啊？出道暗枪。阿春要打电话来，佢讲小杨家妹爱来带见你，小杨同家妹肯定有机会好好相处，当然爱变较强调啊。小杨哦，已经本期放2次鸽子呢。万年有敌啊！一摆敢会又系放羊的妈妈，讲法无算法。其实啊，莫讲你无信心，我自家嘛懂事啊，我惊家妹了摆个无来，所以啊，到你喊我都还唔敢同伊讲，惊佢会失望啊。唉，可能哦，也系等起来，将人小杨讲好的啦。
伊唔但像总系放小龙鸽子哦，自家的头路也时时处理无好啊，唔记得呀，唔记得嘅。我想佢唔係調啲嘅啦，可能叫健忘症啊。健忘症，佢老人家嘅偏好嘛，佢也按後生誒。我嘅聽無閒啊，無基礎啊，一全部啊都係睇人啥冇用心教細人嘅理由啦。你喺邊度讀下啦？啊，你睇咯。係啊。阿瑞啊，而家嘅面相哦，經營到以後呢，有特色哦。做媽媽好。啊，伊係阿 Ken 嗬，笑容哦又講你呢，佢講哦你嘅功課以後，冇想到你哦還上到按眼道哦。做媽媽，請飲茶。什麼啊？我唔想種，我想你。你哦就係愛你阿姨就好了呀。不過小龍想種誒，向你種媽媽應該做得啊。哎，你都很明啥哦，你阿姨都好了沒 ？OK？ 阿英姐啊，哎你好，來見房啦。啊，好啊。什麼啊？做媽媽，老李阿姨未都窮人，誰冇人經濟當麻煩呢？小勇，來吃鬆餅，我特別為你做呢。你看，有你青睞是個草莓哦。我知啦，你都會發現我冇嚟看你嘅事情錯嗎？你咩啲嘅啊？從還沒發生車禍以後，我嘅基礎就變到洞察了呀。一下唔記得呀嘅，一下又唔記得嘅，有個時節咯，連條架交代嘅事情，我一下就唔記得了。所以哦，有一餐呢，我連媽都會死哦。小勇，你做定原諒我冇啊？我下禮拜一定會記得嘅，好冇？算了啦，唔記得嘅事情，還沒唔記得了。你做定原諒我了呀？事情都過去了，冇關係啦。哇，阿英姐啊，你老主角哦。係啊。這是幹哪喎？嗱，也得。我想講哦，老一輩嘅風俗主角本太個說較本番嘛。哦，好事好事。條擺哦，只要我一做嘅風俗主角哦，小勇就會夾死碗飯咯。阿英姐啊，我送咩咁樣人講？你哋位視力冇乜介好啦，韓國吼細人呢都多會生呢，啊，故說。啊，我知啦，睇隻阿 K 哦，就係當到嘅睇嘅後生人啊，我要多注條誒，有拉絲嘅啦，唔是少嚇？我唔係了個意思啦，我嘅意思係講吼，二套了位老愛條天數，我條可能吼無法度幫人一劫呢。哎呦！你按下去做乜啊？
平常哦，很着人来天数照顾小勇的呀，很爱吃个动派西装葱的。夜一餐呢哦，阿春姨都给无限照顾饲口公的事情，我咧也偏皮小勇，分担大家的工作，没应过的呀。算是我对你着嘅报答。哎呦，阿英姐啊，你唔好讲嘛，刚好老爱着报答啦。其实吼，小勇啊，真想伊呢。伊上摆啊，老伊讲吼，我来接伊，结果啊，伊电请求伊都无来呢。小勇吼，真失望呢。真紧哦，我有讲我来接伊哦。我有一些印象就无咯。几天同事忙哈，叫伊动工苦嘛。我每张老伊讲小勇真失望咩？有咩案件都唔记得啦。阿英姐啊，你要做乜嘅啊？个菜已经青豆了呢。哦，我想去卤猪脚啊，小勇哦，请好是我做个猪脚呢。阿英姐啊，你已经卤好了，伫了味啊？哎呦，真紧呢！你看啊，我家个头脑，难怪哦，我连爱食小勇的事情就唔记得了哦。阿瑞哥，你怎么给唔安宁啊？跟慢跑嘅时间啊，做唔得凊彩讲话。哎呀，要养养自己，电动对身体无好呢。阿瑞哥，你怎么给带你都爱慢跑啊？因为啊，创国嘅人吼，肺发量真重要啦。尤其係哦，像我呢種實力派嘅歌手，我靠哦，持續嘅運動來維持肺發量，哎呀，當做第六個嘅創嘅好啊。可是哦，運動對你來講係輕鬆有嘅事情，不怪連續一天你都偷減房度慢跑。係啊，養成吼運動嘅習慣，唔使人提醒啊，自家慢慢想去運動啊。嘅。我對阿妹來講，清楚係無那重要。咁樣哎喲，阿妹吼應該有咩調試啦？太嚴嘅世界度吼，有千多嘅事情會煩惱啊，可能吼無聲音都會唔記得應該要做嘅事情。像阿妹係啊，喪事啊都會唔記得了，唔記得嘅啊。根本呢，我阿妹亂嗌嘅警方，老嗌飛實地。佢講，佢係因為查甫，將會唔記得呀，唔記得嘅。雖然我真想愛原諒佢，不過係講我曾經對佢真重要，佢認為連三兩百。都唔記得。其實啊，我知道唔記得每一件好嘅事情啊。唔用會按用過。雖然唔記得會錯過一條重要嘅事情，不過咪會伴無歡喜嘅經驗消失，愛用生活會較快樂啊。小勇啊，假使你要做得唔記得，也未讓人講好有無來嘅事情，哎用你都做得較歡喜，去享受你倆讓也未強下嘅時光，咁係咪？好啦，然後過來慢跑一下，而家終於較醒一點哦。
因为啊，也唔用魔术哦。有的乖乖呢，我搁吃吃看啦。哎，来了是啦，我等下本事太的。哦，按鹹啊，比鹹個鹹呢。你看什麼有問題，還是那吹有問題啊？熱水菜冇味冇水，當壞事。不會啊，多好色呢，你就說關啦。要煮給我凍我下。好了，我们是过来了。哎呀，肚子被咬死耶，在这吃了。好。主角哦，青肉身呢。冻香诶。公司下班哦。懂啊，阿妹请为老主角。阿丽，你敢有吃到自从个阿英姐来到亚威过后，个笑容变大咧。我知道，加上阿英姐做得继续来到亚威天数，佢就请好。用个咧，你冇喜欢阿英姐留到亚威哦。伊留到亚威比笑容当然真好啊。不过我发现阿英姐吼有得少根筋咧。嘛个意思啊？佢从头尾唔记得佢自家讲过的话，还有吼做过的事情。但是你来到一个新的环境，总是需要一段嘅时间来适应啊。韩国讲哦，阿英姐之前副卡图又发生很多嘅事情，嗰条事情对佢来讲，听说会有影响啊。我冇讲吼，佢留到那边无好啦，佢对笑容吼，绝对好的事情啦。不过，假使佢留到你面上天数，佢可能吼，我生意唔好颠倒，也麻烦。妹，你吃啥？好啊，安子生呢？小勇啊，你还记得吗？这个时节咯，你请好阿妹这个纸条呀、纸乖的本子，错吗？记得啊，还有制作嘅培养基，制作嘅风茶。哎，安尼啦，那今日哦，这个纸爽本子，好吗？来，我们这个来。哎呦，你做对去，不用常去溜。你有这样哦？我会，我在帮你。小勇啊，你最近动枪阿多阿个人工的呢，懂得你笑。这个时节了，迄讲因两啥有机会做得出去搞，我就知道给你懂欢喜哦。给你下礼拜讲好，我带我出去，说唔定唔记得哦。啊，歹势啦，我下礼拜哦，一定唔会唔记得嘅。哎，我前面迄面有讲要带你去买鞋的啊？冇啊。冇啊？哎，安尼我迄买个时间讲要带你去买的。我的鞋很清新，唔是买新的啦。你看。哦，好啊，安尼今日哦，我炒个토마토炒卵本你就是好吗？已经冇事了哟。阿妹，也给你都是토마토炒卵。啊，真的啊？嘿。阿妹，这松饼啦。奇怪，那个图书馆小那个店，等到醒来了。太君，
迄间月人来厝哪是点泡面啊？要变个东西啊，加三厝呢，唔好用硬数啦。又嘛个好强个，厝费又嘛个跳跳黏黏个变面。怎么个啊？看到贵哦。原来你有了做特殊个癖好哦，原来你有变装癖哦。变硬个跳啊！要用咩硬个东西？我当然知道唔系你个啦，听说系你内位跳来个。我嘛唔知啊，一东西用喺啲哪个三处度啊？是讲两内衣唔系你个，唔系嘛啥个啊？我看吼，人内衣应该有底罩杯哦。可能係什麼嘅？什么啊？这有底罩杯哦，我去到去試一試嘅。那個應該有冇考慮過啊？佢哦，應該會較清楚啦。唔過係嘛啥個？我看看係啥我問佢下好啊。唔會查，佢問完我一辦啊。做出啲應該係暴力狂哦，我屬傻姑啦。啱天為啲認識啊，啲冇啊，行嘅落去啊。真囉嗦呢。好啦，入去啦。哦，做唔得啦！佢萬一俾人發現係用慢啊！該就講我哋食晚飯嘅啊。哦，食晚。我食哪一本啊？好，凊彩啦，就讀書成功啦。哦，一定重點重點啦，記啦。講嘅啊。電我了。沈太子，唔通这么干？我自己看哦，唔通讲安尼，你个变态狂？咩啊，我搶起哦，你敢若偷哪个内衣嘛？难怪，做嘛爱内总还唔见配嘞，原来都你偷哪个？嘅，哦，变态狂！哇，粉红色的便当袋，梁志姐，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娘炮了？是不是丁静爷比较喜欢娘炮的男生啊？你不应该叫梁志杰，你应该叫娘炮杰才对。娘炮杰。怎么对啊？小钟，你还没跳跳改哦，因為咱應該碰到台啊，別人係書包啊，莫名其妙。我今日做唔出嚟啊！伊人來個反對總統伊粗粗嘅態度，很無意義。我看你梁子愛，我強還沒上愛啦，係講哦，本丁竟然知道，你喊你做人啊？我也沒講迄意思咩唔錯誒，做嘛個講個安念錯啊？語氣沒唔錯，用在台要差很多，因為沒唔錯啊，佢愛本愛通好笑娘炮。
你弟毛啊，本迄娘炮是谁来的水台给切肉的？好啊，还说啦，我要请阿妹喊你拜卡生日着的。娘妹为生日来，唔但请了着了，还有哦，迄娘妹唔好老什么啊这届内衣病毒爱着该见风毒啦。妈妈讲不清楚，霆锋推风该情形啦。明明是有人推风嘞，啥老人他讲冇见风嘞，佢爱着少做动作该胜利的。唔好让所有嘅事情都怪到阿妹呀，好冇啊？明秀嘅生日唔好，老阿妹又嘛个相关。娘妹做事情迷迷糊糊个，话如果贵人落去秀妹，嘛个为了听书嘛，眼看哦，为了电到娘麻烦个啦。娘爸，冇我好讲嘞哦。我已经让伊飞着啲嘞，很需要用吧啦。有爆吗？阳光和云好亲密，让我想闭上眼睛。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的脚印。我终于又回到这里，大海让我拥有蓝色的勇气。去守护着许下的约定，不用怕洒散了一天的雨，洒散了一天的雨，不要害怕暂时的分离。书把松开的记忆，有一天我们会在花树下相遇。